謝霆鋒漏夜搬竇被周迅。7月30號爆咗單，霆鋒同周迅搭上大半年，仲話女方特登搬嚟香港，同霆鋒住埋同一棟大廈，方便談情咁話。傳聞炒得熱烘烘，不過原來爆料前一日，即係7月29日，霆鋒已經聞風漏夜搬嚟金鐘拍攝，一於要同周迅保持距離啊！尋日佢出席張敬軒加盟英皇嘅記者會，人就有到啦，但係一句嘢都唔肯講啊！原來因為拍廣告，識咗10幾年嘅霆鋒同周迅的確住埋同一棟大廈，不過風順戀呢單嘢，原來只係女方出擊，特登搬嚟香港，諗住住近啲，撻着機會都大啲嘛。不過男方由頭到尾都冇落答。霆鋒而家搬咗去寶雲道嘅新居，其實已經裝修咗2個月，月租10幾萬。點知佢早2日收到風，外邊傳佢同周迅撻着，為免傳聞繼續發大，唯有急急腳漏夜搬屋啦。而一直都想同霆鋒復合嘅張柏芝，亦都因為呢個傳聞，嬲到帶埋2個仔定居加拿大。霆鋒好無奈都要接受噶。嗱，柏芝，你而家唔使嬲啦，周迅都埋唔到霆鋒身。